也。内下欲况，汝为莫必，无辜逃故。只道过世，大言亦然。周天前三者，一名同时，其之一也。庄子之备有第22老母娘的心声，依三山多母子里，乃不得已。皇母训子失戒，一戒必当出天位根混沌，会看妙明无人或空一环96亿元佛子天同聚，无忧愁无烦恼，自在安然。天兄弟天姐妹生来伴随母来随母，去不离身边，即乐国任逍遥，随意玩耍，成青龙画彩控无量尊严，不惧寒不惧暑，无数无怀无阴阳，无对待至理纯然，侠不是用遨游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，或将琴弹吃的是天曹，也雄将玉翼穿的是登云斜天衣天山，老母娘的心声。二论无极为圣域至善宝，静而精通，外法外类根源。自从那骄子会气数以报为母，我命七佛治理婚前，外发在气数，并天使成就，又在至丑会满意，是完全清气，升为天坛古至星斗足气，降名为地府百山川，至明会天地交日月，和道会阴阳和阴晕换类生，全此即是天妙开辟之本，无极静态及凤凰及婚前老母娘的心声。三道即律理及道虚灵之妙道生一生二又生三，一本散外书来自无助有其奥妙，是神天地难尽言，天即成地即立，外物其被公土无人焉，缺少女男大时节为母，我无奈之土方舍我96子妻降凡间女，赐的开元国公土而下来，于次反一次不肯治，凡无奈何为母，我造下撇酒三山多红对了菩萨，佛南设一个大天池，其来起早趁机会天衣且烧回礼，天众佛自就醒来，不见母面，又不见天衣且，可在哪边老母娘的心声？四为娘我非后辈原子屋缓耳众等速东根莫告在列如，若是天衣且飘雨耳的耳，那个必不肯在是至凡折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恶之中国子，可引清泉众佛子如要回悲看问母我至何时方法家还母言，他三其末大开不度听烧书听记品清度佛缘，降道乃为周良善，降劫乃未收恶上，且类与探子归，须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声。末节时期，发过经片教圣法前，不为考验坚守愿解共不荣华，即道国任逍遥，随意玩耍，成青龙画彩共无量尊严，在理天极乐之天国里，任意逍遥游玩，随意玩耍，成其青龙，化作彩色凤凰，任意去来，显现无量尊贵与庄严，不
句含句属无数无还无阴阳无对在治理纯然理天无寒暑冷热，总是恰是温故，无拘无束，亦无阴阳之对在，只有纯然一团理气。理天以较多一片阴阳对在，故无阴阳寒暑之分别对在。自性至理纯然，通达无碍，故无数无管，暇无事，任遨游天天妙境能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田，暇无事则任意遨游，观赏先天美妙景致，或下棋娱乐，或弹琴消遣。理天之境无能倦之事，举凡一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至，意之所乐而为之。吃的是仙桃果琼浆玉米，穿的是穿云鞋仙衣仙衫，吃的是仙桃仙果，喝的是琼浆玉米，穿的是仙衣仙鞋。仙桃果含桃之果实，亦称仙桃。含桃实周济公百肉山，名五所山，上有大桃树，含区3000里，曰含母。武帝内传7月7日，西王母将以仙桃4颗与地，第时折收其核，欲种之。母曰：此桃3000年一时，中下地薄，种之不生。帝乃止。问无其为圣域至善宝镜，镜而因空万法万类根源理天是至善宝义，是无极的境界，至圣之相遇。此地至虚至景，感暖水通万物之造化，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。自从那交子会剃处以道为母果，命七国治理，婚前1元12，会子会开天，丑会聘地，寅会生人，卯会辰，会巳会午，会未会申，会人灭酉，会地灭虚，会天灭亥，会混沌昧，会巳1万0 800年，1元共12.9万，前600年七国治世，三国收元七国治世，南方是爱国6000年，北方生育国4800年，计10800年，卯会东方甲三春国3720年，西方有长庚国7080年，计10800年，辰会西北方空谷国5284年，东南方龙野国5516年，计10800年，次会东北方祭天国5800年，伏羲是代理国500年，计6300年，五会中山国收元然登古国清阳旗，长天盘，莲慈会释迦文国弘扬旗，长天盘，灵山会弥勒古国白羊旗，长天盘。中华会万发在技术逐天始成就，又在子丑会满意是完全子会开天10800年，天成就丑会尽地10800年，地完全智慧会数景，智圆满故会元灵收回，又会灭地，虚会灭天。快会重回混沌
精气，生为天，盘古至今构足气，讲名为地，土百山川星星之气，上升则为天。漫天布满着河汉星斗，此为气界所居之处。众浊之气下降则为地，大地为众浊之气所凝结而成，形成了土百山川，此为象界所居之处。至阴会天地交日月和，照会阴阳和阴晕，万类生全子会开天，丑会辟地，以完成阴阳二气之分判。淫会之时，天地阴阳之气相交，日月叠相交替，阴阳阴晕而育生万物体类。此即是天天妙开辟之本，无极静态及凤凰及坤乾，此即是天天妙理，开天辟地之本源。无极主静，属地天；太极主动，属气天；黄极主化，属象天。道即立地及道虚灵之妙道，生一，生二，又生三道，即是理，理即是道，至虚至灵，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。道本虚灵，能生一，能生二，能生三，能生万物。无极生太极，太极生两仪生三才，三才者天地人，万物因之而生，生化万物图。意图象棋，生化5万点。天既成，地既立，万物其北东土地，无人焉，天少女男，天地既成，万物以其北，这就是象天。亦称富国世界贪腐世界苦海，此岸公土等名称，不一而足。这是解非创立之否，上无人焉，天少男女，整个世界华人管理统治。那时结为母，我无奈之处方舍有6子其样凡间，由于天地有定数，子会开天，丑会辟地，寅会虚要有人降生。时机已至，老母娘亦有无奈之处，才舍下皇母之有6人开国子，以其降临凡间，接受种种历练，屡次的开元国公土，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治，凡于是老母娘每次开显元国子下凡降临公土，每来一次又回去一次，就是不肯留下来治理凡间东土。无奈何为我造造血有山多红，为了菩萨国身在无可奈何之下，老母娘只好造下铁酒，在山多红醉了原本就是佛菩萨的原开佛子，设一个大仙时期来洗澡，趁机会先携收回礼天。老母娘还设一个大仙池，好让大家一起来洗澡，趁机会将大家的千衣千鞋都收回礼天。众佛子又醒来，不见母面，又不见天衣鞋可在哪边？众佛子就醒之后，却见不到老母娘，又
是银环老母娘，若把天一天前交给元开国子，则就没有一个肯将灵凡间留下来治理世界。学树枝和树叶遮残地冷饿了吃风果子和饮清全到了凡间。若天气寒冷，就折贴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，以御寒地冷。若肚子饿了，就取松子果子吃；口渴了，就取清凉泉水喝。种果子如钓回杯哀悲看万木，我至何时方把家还种果子？听了老母娘如此吩咐，皆如药失了魂魄一般，悲伤地哀嚎叹息，纷纷问老母娘：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？母言答：三期末打开土布，听烧书听记，请听入佛缘。老母娘回答说：等到三期末节大开土布的时候，老母娘会亲自烧书寄信给大家，并且亲自来度化众缘开国子，报一回家之路。家家信书皇母训子师戒以及天佛圣训都是皇母烧书信度化国子众生。众儿女心有一悲生大放为母，我且合同不语。王元听了老母娘的话语，众缘开国子心中有存惊疑，悲伤地放声大哭。老母娘见众国子如此惊疑悲痛，于是写下了合同给众缘国子，以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。求道持的合同皆是凭证。自此，我缘国子东土而登至世界为男女在地人间，从此皇母之缘开国子便向东土奔驰而去，便治理世界，或为男，或为女，并传递人间烟火。母子分各东西，好不难过。自此，我众国子受尽熬鞭子，各分东西，令老母娘内心好难过。而众国子自此以后，却受尽无限的折磨与煎熬。堂弟白骨通师名利无煎熬，安的咸于物。至今时区只算6万年来每想而暂是父母亲难安，自三山坡一别到现在，须只算来已有6万年了。自营会生元以来，至今未知出已将近6万年时光。每每想起众国子在世间受苦受难，皇母内心就难以安舒。一别相互一别6万多年，今时下月引至为母，降道差三佛半末，后土度收圆，现在时运已经到了，为换回在世间受苦的原国子。老母娘降下了大道，指引众生回天之路，并差遣三佛半里末后一着的土度收圆。三佛燃灯古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，如何与老母娘同在一任理时修一理，不依人修道，任指真依人亦出错，依理是良心二行公了愿，天不能言，亦不能与人能同道。
慈悲感应，而得知足感恩愿力母的欢乐喜乐，而得无私无我归应母的无边无量，而得屹立不摇气度母的永垂不朽本尊与分身关系。资料来源网址
应该大家注意甲听吼，咱的传统真侪迄个有咧听广播电台、听拉radio的，咱就会自少年，上这话较少年就唔知影啦。较早咱常听56天的故事，我就是56天的土地，我叫做陈春风，这本叫做陈春。我有拜咱56天，学过讲课，所以听我操大就要紧。但是时间甲历史的演变无共款啦。56天咧讲故事，拢安尼讲，我讲互恁听，恁抾茶互我兄弟来食。但是我毋是，咱心目标就是上界生意。恁来到这，咱心目标甲准备上界好的点心，加一个凉水，咱大家来甲饮。有金蕉啦，只这个做路啦，做做公路啦，还有白白。应该大家注意甲听吼，咱的传统真侪迄个有咧听广播电台、听拉radio的，咱就会自少年，上这话较少年就唔知影啦。较早咱常听56天的故事，我就是56天的土地，我叫做陈春风，是咱新闻的总干事。我有拜咱56天，学过讲课，所以听我操大就要紧。但是时间甲历史的演变无共款啦。56天咧讲故事，拢安尼讲，我讲互恁听，恁抾茶互我兄弟来食。但是我毋是，咱心目标就是上界生意。恁来到这，咱心目标甲准备上界好的点心，加一个凉水，咱大家来甲饮用。所以这种的经营就无共款啦。因为咱心目标要咧甲弘扬，咱正统鹿里门心目标，咱天上圣母鹿里门嘛，甘咱地成功。密切的关系，要互大家听。因为咱心目标，才会当来甲咱宣扬鹿里门嘛，甲地成功工会的人咧，要来表达能力的人无介济，所以当照中，咱这梯厝，拢总有83个人，83个人的当中，加减甲了解小看，就会当讲互别人听。所以我以后就较免遮辛苦，所以我来爱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咱现在徛在这个位置，就是咱正统鹿里门圣母庙第3处的重建，咱第3处的重建的当中，是伫咱民国64年动工去起的，70年完成。所以咱这个庙。第3处重建以来真济甲咱地成功有关历史，也是咱一寡先进大德对这个庙宇无了解的工课，我来甲讲互大家做参考。咱台湾人，伫咱的祖先，伫咱的长辈也好，咱大家拢拜神，有咧拜王爷可以啊，但是穿插啦不一定是全部都是台语也可以，我这个双声带的啦，但是国语比较讲不顺的时候呢，也要大家体会一下我们台湾人本来在我们祖先的领导之下呢，就是拜拜见到有神明、王爷。妈祖娘娘的时候呢，一看到就是拜拜。那拜拜呢，就会怎么样讲呢？里面有神的地方呢，就称它为是庙。那有神明伫内底，咱都讲迄就是庙。所以这个庙呢，我要给各位做个讲解一下。我们台湾的庙呢，有2种庙，传统式的有2种的庙的建筑。一种叫做北方体的建造，一种叫做南方体的建造。
那我们台湾是闽南地区啊，当然是南方体的建造为主体，所以我们的祖先呢，我们各位到现在所看到的庙呢，都是南方体的建造。怎样说南方体的建造呢？譬如我们鹿耳门天后宫，其他的庙呢，还有朝天宫，他们这个叫做南方体的建造。那么圣母庙这种呢，它叫做北方体的建造，因为圣母庙是仿照大陆主进程缩小比例而建造的庙，所以这个叫做北方体的建造。那么圣母庙这个北方体的建造，如果我们把它作为这个南方体的建造，又不一样了，就是不像了，哈。所以这个问题呢，我就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我们台湾北方体的建造呢，首座呢在哪里？首座就是我们国父纪念馆，在台湾的建造啊，就是国父纪念馆，就是北方体的建造。那么第二栋呢？第二栋就是我们中正纪念堂，也是北方体的建造。那这个庙宇呢？庙，台湾首座就是正统鹿耳门圣母庙。所以在我们一般的信众，各位呢，都去把它误认，把它误会了。说正统鹿耳门圣母庙，这个是新庙，光见这新庙就错误了。因为圣母庙这种建造呢，它是全台湾省所做的庙宇，我们都把它误为新的庙，所以这个是相当一个误判呐。今天就特别给各位做一个介绍。再来讲到我们民国70年左右。我们的这个台南市的市长以前是苏南成嘛很早了，苏南成他还当我们国民大会的议长。他在台南市当市长的时候呢，为台南市的建设非常的拼命非常的去把它建造。就在我们中华东路、中华南路那个地方呢，他去建造了一座非常豪华，我们都把它称为什么呢？国父纪念馆呢，它的分馆要到台南来了。当初台南人非常的高兴，能够把这个国父纪念馆移到台南来呢。当初在我们的年纪呢，我是42年出的所以在我们那个时候，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这个苏南成市长呢，能够把这个国父纪念馆的分馆带到我们台南市来，我们都相当高兴。结果完成以后呢，是什么？是台南殡仪馆是台南殡仪馆。但是台南殡仪馆它那个建造呢，就是北方体的嘛，也是北方体的建造，所以这个误认了。所以我把这个关系呢，做个简单的介绍以后，我们就会去了解台湾的庙南方体、北方体的建造是怎么来的那再来，我们就是要讲到妈祖娘娘和郑成功的关系了。我常常向所有的机关团体来到圣母庙参拜游览来这边拜拜的人呢，常常跟他这么样讲，但是他们都说我很夸张他说你这个阿伯你这个头发白白的，你这个脑袋坏掉了。他说我头发白白，脑袋坏掉了，为什么呢？我第一句话就这么样讲：我们台湾人有今天丰衣足食，住在这个美丽的宝岛，要感谢什么人？要感谢在我们这一殿的最上面，妈祖娘娘，我们称她为鹿耳门妈、鹿里门妈。为什么要感谢妈祖娘娘？我们在台湾这边看妈祖娘娘有什么关系？关系非常大在西元1661年，郑成功要登陆台湾的时候呢，就是妈祖娘娘助他潮水，不然他就没有登陆台湾了。那郑成功要登陆台湾的时候呢，
他的这个文武百官，他的幕僚啊，没有算准，因为我们这个海水都有大潮、涨潮、退潮，所以他急着预计他的行程要攻打台湾，所以没有算到涨潮和退潮的时候，所以郑成功就他在这个厦门呐、驻兵的时候呢，他要进到台湾来，他就没有去算这个问题了。那马祖两两他在这个船呢，郑成功要来的时候呢，这个郑成功的幕僚非常的精干，因为怎么样呢？他在厦门的时候呢，他整个军队呢，他就有拜马祖两两了。因为这个统帅啊，要有幕僚，他就先把这个在这个军队里面文官武将，他就先把它区分好了。所以他在船上呢，整个队伍总共呢有3尊马祖两两，他就把他整个队伍称为：你们这个文官，你就拜这一尊马祖；武将呢，你就拜这一尊的马祖。所以分为文馆和武馆。我们各位等一下参观一下，全台湾省完全没有这个马祖庙呢，没有文馆和武馆，只有正统鹿耳门圣母庙这边有。所以我刚才又讲到了，为什么要感谢马祖两两？今天我讲这个国语啊，就比较没有那么好了啊。本来这个我们老师56天教我的时候讲台语嘛，那我今天就是这个妈妈她又说要给小朋友听得懂，那我就给有的人就比较辛苦一点，我讲起来比较没有那么精彩。所以在4月1661年登陆台湾的时候呢，他船到鹿耳门港搁浅了。那搁浅了，郑成功他心慌啊，我带领整个军队要登陆台湾，赶走荷兰人。那我现在船搁浅了怎么办？整个军队一定要全军覆没。怎么讲呢？这个荷兰人已经占据安平了，已经在安平古堡设立一个据点，他把所有的大炮呢朝向港口守备完成了。他没有想到还有一条这个鹿耳门港可以进来，所以当初郑成功急了，他就在那个船上排设香案，祈求上苍。他不是求马祖两两了啊！宇宙间，你能够助我潮水，为我恩主，你也当帮助我水，就是我主公啊！好，所以郑成功他在船上排设香案的时候，他就这么样祈求了：该是我郑某人能够统治台湾，祈求助我潮水。他3炷香下炉以后呢，1炷香的时候，1炷香大约要1个小时嘛，在1个小时就产生了变化了，啊，就是马祖两两，鹿耳门的马祖两两和他船上的马祖两两感应到了，依照这个天命啊，应该是郑某人要登陆台湾，赶走荷兰人了，所以他就助他潮水。我们那个驻组那边有一个对联哦，说圣母为我最重三哥，助帝王登陆鹿耳门。我说，即我讲迄个讲语就讲较袂顺啊啦，所以这点大家了解者。所以伫个时阵，最重三哥，水涨山高呢，是怎么形容？是水涨山高。我们当初的文书者他是这么样形容啊？我们那个年代，以海为生的人，都是拿那个竹竿在撑那个地白啊，所以水涨的3株竹竿的高度，他那个军舰才能够登陆。所以当初的那个鹿耳门港呢，在我们台湾来讲，台南府城，它是8大景之一哦，8大景之一。好，我们那边有一个对联，在我们的温书者可以去查询哈。鹿逆莲旁，鹿耳连环，鹿耳春潮，啊，这个是我们当初台南市的一个8大
我们这个8大点当中一个问题哦，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去查询。所以那个鹿耳门港呢，是对我们台南市整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，而且我们在台南市又有一句俚语啦，这么样讲哈、哦，咱台南市有一句俗语安尼讲无田无园，听讲伊若捌的人替我甲翻译一下哈，吼，伊讲无田无园啊，没田没地，尽看鹿耳门，近看鹿耳门。哦，为什么呢？你没有土地可以让那个耕作的人呢，绝对没有财产嘛。但是这个鹿耳门港呢，那个当初的船都从这边进来，你可以去那边去那边做工嘛，赚钱。而且退潮的时候呢，那个岸边呢，这个海水结晶啊，又去挖那个鹅啊，哦，所以每一个人来到鹿耳门港都足好生活。所以讲无田无园，尽看鹿耳门，一定是一个足好的所在。哦，所以咱新母庙含这个地成功的由来太济啦，太济。所以咱今仔日咱这个郑成功之旅的营盘呢，咱来到这。我今仔日较闹气，讲一煞袂太精彩。哦，不会啊，很好，很好。哦，这讲的太和前3个题目呢讲起来差的太多了啦，所以这个今天不及格啊、哦。来，我们就到我们的文物馆那边一下哈、哦，再给各位介绍一样东西，就是当初我们现在那个庙已经被大水冲走了嘛，那边有一个当初我们挖起来的一个石碑，那个石碑叫做起水坝、积水坝，来讲个历史我恁听，好、哦，我恁了解一下。干嘛啦？可以问一下吗？那可以北方的庙跟南方的庙是差在哪里啊？北方的庙和南方的庙就差在哪里呢？我们一般一般这个庙，南方体的建造，它说那个庙的屋角是翘起来的，燕尾有燕尾啊，所以咱伫遮咧讲用，咱南方体的庙宇吼，较早拢有一句话安尼讲，一定要雕刻伫这个墙角的，在墙角呢，拢爱有人去压迄个山啊压条的。讲个这五番压庙角，五番压庙角啊，所以咱这个讲原住民啊，这里那当掉你才用拍呢。你讲讲五番压庙角，所以咱传统的庙宇就是爱有这个形体，啊中爱有3仙的葫芦手，我说有灵有风，啊咱北方体就无啊啦，咱北方体就用飞龙走兽，走兽哦，那种走兽啊，较无咧用迄个角，所以南方体甲北方体都差伫遮哩。那么南方体的维修较重啦，咱台湾的这啦风台雨季较济，啊你迄个南方体啦大风台来咧扫落去哦，像咱新母庙这片啊，全无怎样修理，啊这北方体吼，拢看的是琉璃呀，琉璃瓦它的损害呢就比较少哦。来，咱来看一下哦。要有金蕉啦，啊，这个这路啦，都做公路啦，啊，还有白白厝啦，可以好啊，国小的产品。新母庙，咱地成功这历史的由来，我来大家做参考。应该大家来注意甲听吼，咱的传统真侪迄个有咧听广播电台、听拉radio的。咱有诶自少年，像这话较少年就唔知影啦。较早咱常听56篇的讲故事，啊，我就是56篇的徒弟，我叫做陈春福，哦，是咱新母庙总干事。我有拜咱56篇学过讲故，哦，所以听我操大就要紧。啊，但是时间甲历史的演变无共款啦。56篇的讲故事拢安尼讲。讲我讲故互恁听，啊，恁抾茶互我兄弟来食，但是我毋是，咱新母庙就是上界诚意，恁来到这，咱新母庙甲准备上界好的点心，啊，加一个凉水，互咱大家来饮用。所以这种的经营就无共款啦，因为咱新母庙要咧甲弘扬，咱正统鹿耳门新母庙，咱天上圣母。鹿耳门嘛，感咱地成功
密切的关系，要互大家听。因为咱圣母庙，才会当来甲咱宣扬鹿里门嘛，啊，甲地成功工课的人咧，要来表达能力的人无介济，所以当照着啊，咱这梯厝，拢总有83个人，83个人的当中，加减啊甲了解小看，啊，就会当讲互别人听。所以我以后就较免遮辛苦，吼、所以我来爱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吼。啊，咱现在徛在这个位置，就是咱正统鹿里门圣母庙第3处的中间，第3处的中间。咱第3处的中间的当中，是伫咱民国64年动工去起的，70年完成。所以咱这个庙。伫第3处中间以来真济，甲咱地成功有关历史，也是咱一寡先贤大德对这个庙宇无了解的工课，我来甲讲互大家做参考。咱台湾人，伫咱的祖先，伫咱的长辈也好，咱大家拢拜神，有咧拜王爷可以啊，但是穿插了吼。不一定是全部都是台语也可以，我这个双声带的啦，但是国语比较讲不顺的时候呢，也要大家体会一下哈。我们台湾人本来在我们祖先的领导之下呢，就是拜拜见到有神明、王爷。妈祖娘娘的时候呢，一看到就是拜拜。那拜拜呢，就会怎么样讲呢？里面有神的地方呢，就称它为是庙。那有神明伫内底，咱都讲迄就是庙。所以这个庙呢，我要给各位做个讲解一下。我们台湾的庙呢，有2种庙，传统式的有2种的庙的建筑。一种叫做北方体的建造，一种叫做南方体的建造。那我们台湾是闽南地区当然是南方体的建造为主体。所以我们的祖先呢，我们各位到现在所看到的庙呢，都是南方体的建造。怎样说南方体的建造呢？譬如我们鹿耳门天后宫，其他的庙呢？还有朝天宫，他们这个叫做南方体的建造。那么圣母庙这种呢，它叫做北方体的建造，因为圣母庙是仿照大陆主进程缩小比例而建造的庙，所以这个叫做北方体的建造。那么圣母庙这个北方体的建造，如果我们把它作为这个南方体的建造，又不一样了，就是不像了，所以这个问题呢，我就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我们台湾北方体的建造呢，首座呢在哪里？首座就是我们国父纪念馆，在台湾的建造就是国父纪念馆，就是北方体的建造。那么第2栋呢？第2栋就是我们中正纪念堂。也是北方体的建造。那这个庙宇呢？台湾首座就是正统鹿耳门圣母庙。所以在我们一般的信众，各位呢，都去把它误认，把它误会了，说正统鹿耳门圣母庙这个是新庙，光见这新庙就错误了。因为圣母庙这种建造呢，它是全台湾省所做的庙宇，我们都把它误为新的庙，所以这个是相当一个误判今天就特别给各位做一个介绍。再来讲到我们民国70年左右，我们的这个台南市的市长以前是苏南成嘛很早了，苏南成他还当我们国民大会的议长。他在台南市当市长的时候呢，为台南市的建设非常的拼命非常的去把它建造。就在我们中华东路
中华南路那个地方呢，他去建造了一座非常豪华，我们都把它称为什么呢？国父纪念馆呢，它的分馆要到台南来了。当初台南人非常的高兴，能够把这个国父纪念馆移到台南来呢，当初在我们的年纪呢，我是42年出的所以在我们那个时候，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这个苏南成处长呢，能够把这个国父纪念馆的分馆带到我们台南市来，我们都相当高兴。结果完成以后呢，是什么？是台南殡仪馆是台南殡仪馆。但是台南殡仪馆它那个建造呢，就是北方体的嘛，也是北方体的建造，所以这个误认了。所以我把这个关系呢，做个简单的介绍以后，我们就会去了解台湾的庙南方体、北方体的建造是怎么来的那再来，我们就是要讲到马祖娘娘和郑成功的关系了。我常常向所有的机关团体来到圣母庙参拜游览来这边拜拜的人呢，常常跟他这么样讲，但是他们都说我很夸张他说你这个阿伯你这个头发白白的，你这个脑袋坏掉了。他说我头发白白，脑袋坏掉了，为什么呢？我第一句话就这么样讲：我们台湾人有今天丰衣足食，住在这个美丽的宝岛，要感谢什么人？要感谢在我们这一殿的最上面，妈祖娘娘，我们称她为鹿耳门妈、鹿里门妈。为什么要感谢妈祖娘娘？我们在台湾这边看妈祖娘娘有什么关系？关系非常大在西元1661年，郑成功要登陆台湾的时候呢，就是妈祖娘娘助他潮水，不然他就没有登陆台湾了。那郑成功要登陆台湾的时候呢，他的这个文武百官，他的幕僚没有算准。因为我们这个海水都有大潮、涨潮、退潮，所以他急着预计他的行程要攻打台湾，所以没有算到涨潮和退潮的时候，所以郑成功他在这个厦门主兵的时候呢，他要进到台湾来，他就没有去算这个问题了。那妈祖娘娘她在这个船呢，郑成功要来的时候呢，这个郑成功的幕僚非常的精干，因为怎么样呢？他在厦门的时候呢，他整个军队呢，他就有拜妈祖娘娘了。因为这个统帅要有幕僚，他就先把这个在这个军队里面文官武将，他就先把它区分好了。所以他在船上呢，整个队伍总共呢有3尊妈祖娘娘，他就把他整个队伍称为：你们这个文官，你就拜这一尊妈祖；武将呢，你就拜这一尊的妈祖。所以分为文馆和武馆。我们各位等一下参观一下，全台湾省完全没有这个妈祖庙呢，没有文馆和武馆，只有正统鹿耳门圣母庙这边有。所以我刚才又讲到了，为什么要感谢妈祖娘娘？今天我讲这个国语就比较没有那么好了本来这个我们老师5、6天教我的时候讲台语嘛，那我今天就是这个妈妈她又说要给小朋友听得懂，那我就有的人就比较辛苦一点，我讲起来比较没有那么精彩。所以在4月1661年登陆台湾的时候呢，他船到鹿耳门港搁浅了。那搁浅了，郑成功他心慌他心慌，我带领整个军队要登陆台湾，赶走荷兰人。那我现在船搁浅了怎么办？整个军队一定要全军覆没。怎么讲呢？这个荷兰人已经占据安平了，
并在安平古堡设立一个据点，他把所有的大炮呢朝向港口守备完成了。他没有想到还有一条这个鹿耳门港可以进来，所以当初郑成功急了，他就在那个船上排设香案，祈求上苍。他不是求马祖娘娘了啊！宇宙间，你能够助我潮水，为我恩主，你也当帮助我水，就是我主公啊！哦，所以郑成功他在船上排设香案的时候，他就这么样祈求了：该是我郑某人能够统治台湾，祈求助我潮水。他3炷香下炉以后呢，1炷香的时候。1炷香大约要1个小时嘛，在1个小时就产生了变化了，啊，就是马祖娘娘，鹿耳门的马祖娘娘和他船上的马祖娘娘感应到了，依照这个天命啊，应该是郑某人要登陆台湾，赶走荷兰人了，所以他就助他潮水。我们那个驻足那边有一个对联哦，说姓母。为我最重三哥，助帝王登陆鹿耳门。我说，顶我讲迄个讲义就讲较袂顺啊啦吼，所以这点吼，爱大家了解者。所以伫个时阵，最重三哥，水涨山高呢，是怎么形容？是水涨山高。我们当初的文书者他是这么样形容啊。我们那个年代，以海为生的人，都是拿那个竹竿。在撑那个地白啊，所以水涨的3株竹竿的高度，它那个军舰才能够登陆。所以当初的那个鹿耳门港呢，在我们台湾来讲，台南府城，它是8大景之一哦，8大景之一啊。我们那边有一个对联，在我们的温书者可以去查询哈。鹿逆莲旁。鹿耳连环，鹿耳春潮，啊，这个是我们当初台南市的一个我们这个8大点当中的一个问题哦，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去查询。所以那个鹿耳门港呢，是对我们台南市整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，而且我们在台南市又有一句俚语啦，这么样讲哈，咱台南市有一句俗语安尼讲无田无园。听讲伊若捌的人替我甲翻译一下哈，伊讲无田无园啊，没田没地，尽看鹿耳门，尽看鹿耳门。为什么呢？你没有土地可以让那个耕作的人呢，绝对没有财产嘛。但是这个鹿耳门港呢，那个当初的船都从这边进来，你可以去那边做工嘛，赚钱。而且退潮的时候呢，那个岸边呢，这个海水结晶啊，又去挖那个鹅啊，所以每一个人来到鹿耳门港都足好生活。所以讲无田无园，尽看鹿耳门，一定是一个足好的所在。所以咱新母庙含这个地成果由来太济啦，太济。所以咱今仔日咱这个。郑成功之旅的营盘呢，当来到这，我今仔日较老贵，讲国语说袂遐精彩，不会啊，很好，很好。讲得太和前3个题目呢讲起来差得太多了啦，所以这个今天不及格啊。来，我们就到我们的文物馆那边一下再给各位介绍一样东西，就是当初我们现在那个庙已经被大水冲走了嘛，那边有一个。当初我们挖起来的一个石碑，那个石碑叫做起水坝、起水坝，来讲个历史，你听，我恁了解一下。可以问一下吗？那北方的庙跟南方的庙是差在哪里啊？北方的庙和南方的庙就差在哪里呢？我们一般这个庙，南方体的建造，它说那个庙的屋角是翘起来的。燕尾所以咱而家咧讲的用，咱南方体的庙宇较早拢有一句安尼讲，一定要雕刻在这个墙角在墙角呢，拢爱有人去压迄个山啊压条的。
讲嗰啲五番夜庙角，五番夜庙角啊，所以咱即个讲原住民啊，即啲若当着你才会拍呢。你讲为五番夜庙角，所以咱传统的庙宇就是爱有即个形体，啊中爱有三仙的葫芦手，我说有灵有风，啊咱北方体就无啊啦，咱北方体就用飞龙走兽，走兽哦，拢有走兽啊，较无咧用迄个角，所以南方体甲北方体都差伫遮哩。那么南方体的维修较重啦，咱台湾的你啦风台雨季较济，啊你迄个南方体啦大风台来咧扫落去哦，像咱7月这片啊，全无怎样修理。啊这北方体吼，拢看的是琉璃呀，琉璃瓦它的损害呢就比较少哦。来，啊咱来看一下，哦。双联会安座大典绕境，从长荣路，然后基隆民族路，然后西转热力街，再到中正路，还要到正音团，还要到王公庙。花家店关将所，南北馆还有关将所。感恩上天慈悲，感恩神尊慈悲。莅临乐力街，感恩神尊慈悲。